芥川龙之介，老年。在桥场的茶室料理屋玉川轩举行了一场一中节的顺讲。虽然是积雪严寒的日子，但榻榻米房间因火盆而温暖，人们纷纷聚集在一起。聚集的人是40岁以上的妇人和一些男宾，大家热烈地回忆住往日时光。坐在角落的房先生曾沉迷放荡与意识，如今则衰老安静地生活着。随着一中节的演奏进行，房先生心中往日的热情渐渐复苏。在浅间之上的演奏中，房先生闭上眼睛，轻轻摇动肩膀，仿佛正在梦回过去。房先生离席后，众人开始谈论他过去的辉煌与恋爱经历。小川先生与中州的大人悄悄离开，在走廊上听到了房先生低语的声音。他们偷看进去，只见房先生独自依偎住猫，轻声呢喃住风情万种的话语。雪依旧不停，房先生的过去与现在在静谧中交织，为故事画上了忧伤的句點。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《老年》是一部細膩描繪衰老、偽道以及記憶與情感餘溫的名作。故事以雪中一中節的聚會為背景，聚焦曾沉醉於藝事，如今安靜度過晚年的房先生。隨着音樂響起，他內心沉睡的情感被慢慢喚醒，讓人想起每個人心中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搖擺。本作在寥寥數頁之間，巧妙地融合了這些元素，成為一部文學佳作。